立法院明仔载就要开始开会，但是民进党团的干部到今也未产生。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本地预告讲，今仔日要开记者会来说明马化腾，讲要等到明仔载开议才推出着人选。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最近是直接来加入到党团的群组，外界解读这是咧针对着总调郭建明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澄清，讲这是为着强化着府院党甲党团之间的沟通。高丁解忧，迎刃而解。虽然讲代志的简单解决，不过党团这场各党嘛是无消息。尤其明仔载立法院特别开议，原本今仔日郭总调会亲身召开记者会说明，做党团的细节拢发动起来。我想明天大家就应当能够期盼到一个好的结果。过去的往例都会在开议日的党团会议上，大家来推举产生。前任干事长表现未着急，点点等待党团会议才去处理。只是照过去惯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拢会伫咧开议后拜会调养各党团，不过家己人煞干部懒散，党中央自然袂当坐咧无插。有关三长这些选举，也应该由党内来产生，而不是用指定的，所以必须由党内的党团自主里面选出来。党秘书长徐国勇除了转达赖主席要求党团自主、党内民主，同时嘛希望党政党部根据了解进前伫吴思瑶的邀请之下，进入党团群组创下首例。加上事先并无甲郭建明讲，引起党内伫咧议论，敢是针对郭总调。那事实上，这是再单纯也不过的事了。江敦环秘书长、阮昭雄副秘书长加入了党团的群组，可以及时反映党团成员的意见。所以徐国勇秘书长当场邀请我说：“A4要帮我加入群组。”我真的也就很自然，也没有多想。本会是为着强化府院党和党团沟通，只是离开期剩无到24点钟，郭建明总调保卫战共款充分变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